捆卡10几粒卵，便当店头家卖炒长仔卵。今麦卵嘛差不多1000哦。鸡卵无俗，金龟嘛对得起。南瓜算贵了，现在一箱20公斤的要900。各种食材拢起价，为着做生意，头家也是爱进货。敢若一种菜，头家唔敢卡。高丽菜现在我不敢下手了啦。头家讲，即卖季节拢食关山高丽菜，也毋过风台影响，高丽菜毋是互风雨吹甲烂去，就是落长去袂通，袂当为山顶送菜得个。高丽菜价少，因为安尼起真济。一颗高丽菜现在应该400、500有了。然后这样子价钱可以去吃牛排了啊。另外一间便当店中昼顿的便当配菜嘛无看高丽菜。差不多前4天还是前5天报价3000的，就是稠一点的2000。头家讲，7月进一拿大概30公斤的高丽菜，才600到900之间，这是正常的计数。也毋过这2个月当着风台，高丽菜酷起，即卖一拿爱3000到4000块，根本袂好，只好改菜色。我们产小农配合伊的一寡改种的小黄瓜，虽然比较稠，但是它没有农药啊。还有一些冬瓜啦，或是金龟啦。即摆若是叫便当，应该是真歹食到高丽菜，头家嘛无奈，因为高丽菜计数就是遮尔贵，只好等天气稳定，或者是本地高丽菜生产出来，继续回稳，你手中的便当配菜才会出现高丽菜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